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。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天文台嘅呢節天氣節目，我係李志雄。咁我哋受住廣闊嘅低壓槽影響底下，就會多翻啲雲同埋有啲驟雨影響住我哋嘅。今朝早我哋喺維港望出去都見到啊，天上面雲量都比較多㗎，而雷達圖像都探測到啊，受住廣闊低壓槽影響底下咧，沿岸地區咧都有啲驟雨影響住嘅，都影響住我哋㗎。今朝我哋都錄得啲雨量記錄嘅，部分地區啊錄得約5毫米嘅雨量㗎。咁今日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，就要記得帶定把遮傍身，咁就比較穩陣啦。而至於氣温方面，今朝早各區嘅氣温，大部分地區都係喺28度左右。而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係咁嘅，係大致多雲啊，有幾陣驟雨㗎，部分地區雨勢會較大，同埋有雷暴㗎。而日間嘅最高氣温上升去到約31度，而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偏東風。而再長遠少少嘅天氣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電腦預報圖。預料未來2日繼續受住呢個廣闊低壓槽影響底下，沿岸地區會有驟雨啦，甚至乎有雷暴㗎。而去到今個禮拜嘅中期至到後期啊，受住高空反旋嘅增強影響底下，沿岸地區嘅天色咧就會好轉㗎。咁所以我哋嘅天氣展望方面係啊，之後嗰2日仍然都會有驟雨㗎。去到今個禮拜中至後期咧，天色就會好轉。今節嘅天氣節目我就講到呢度啦，祝你有個愉快嘅一日，再見。呢一節新聞報導完啦，再會。喺社交媒體盛行嘅年代，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話語權，用獨一無二嘅標籤令人記得自己。透過打造個人 IP 或個人品牌，佢哋點樣將興趣或專業變成獨特價值？除咗成名，個人品牌仲有乜嘢意義？佢靠自學鑽研，成為一個專業嘅磨刀師傅，推廣科學磨刀。有人話磨刀係夕陽行業，喺呢個行業打滾8年，佢話睇到嘅係另一番景象。經緯線，今日下午1點半，ViuTV。